耶稣出了圣殿，正行的时阵，门徒进前来，甲殿宇指互伊看。耶稣对因讲：你毋是看见即个殿宇吗？我实在讲互恁，将来伫遮呢，无一个石头留伫石头顶，无被拆毁了。耶稣伫迦拿山顶找着门徒，暗暗来讲，请讲互阮，啥物时阵有遮个事？你降临甲世界末了有啥物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讲：恁爱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恁，因为将来有一寡人冒我的名来，讲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真侪人。恁嘛要听到战争甲战争的风声，总毋通惊吓，因为这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未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到处必有饥荒地动，这拢是灾难的起头。迄时人要甲恁陷伫患难内，也要杀害恁，恁阁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愤恶。迄时必有真侪人跋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愤恶，并且有一寡假先知起来迷惑罪人。只因不法的事增加，真侪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唯有忍耐到底，必然得救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恁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讲的，迄件毁坏可憎的，徛伫圣殿读这经的人需要回忆。迄时是犹太的应当逃到山顶，伫厝顶的毋通落来摕厝内的物件，伫田里的也毋通转去摕衣裳。当遐个日子，怀孕的甲婴囡仔的有好了。恁应当祈求，叫恁逃走的时阵，无拄着冬天，或者是安息日，因为迄时必有大灾难。对世界的起头，直到如今，无有安尼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无有。若无减少迄日子，凡有血气的，总无一个得救了。只是为着选民，迄日子必减少了。迄时，若有人对恁讲，基督伫这里，或讲基督伫遐里，恁毋通信，因为假基督、假先知，拢要起来显大上帝神迹、大奇事、实事会当行，连选民也要被迷惑。看，我有先讲互恁了。若有人对恁讲，看基督伫旷野内，恁毋通出去；或讲看基督伫厝内中，恁也毋通信。闪电为东边发出，直照甲西边，人子降临也要安尼。尸首伫倒落，鹰也必自食伫遐里。遐个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乌了，月亮也无放光。众星要为天顶坠落，天势要震动。迄时，人子的兆头要显伫天顶，地上的万族拢要哀哭，因要看见人子有能力、有大荣耀，驾着天顶的云降临。伊要差遣使者，用浩动的大声，将伊的选民对四方、对天的这边甲天的迄边，拢召集了来。恁也可以为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，当树枝发芽生叶仔的时阵，恁就知影热天近了。安尼，恁看见这一切事，也该知影人子近了，正伫门骹口了。我实在讲互恁，这世代还未过去，这事拢要成就。天地要火去，我的话却袂会火去。迄日子，迄时辰，无有人知影，连天顶的使者也毋知影，囝也毋知，唯独爸知影。挪亚的日子安怎，人子降临也要安怎？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食、啉、嫁、娶，
直到挪亚入方舟的迄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甲因全拢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安尼。迄时两个人伫田里取了一个，放落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，提起一个，放落一个。所以恁爱警醒，因为毋知恁的主是倒一天来到。家主若知影几更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，无用人话讨帮恶，这是恁所知影的。所以恁也爱避慢，因为恁想未到的时阵，恁主就来了。像是中心有建设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，管理厝内的人，按时分粮予因呢。主人来到，看见伊安尼行，迄个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讲予恁，主人要派伊管理一切所有的。即使迄个恶仆心内讲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拍伊的同伴，佮甲酒醉的人一同食啉。伫想未到的日子，毋知影的时辰，迄个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地处置伊，定伊甲假冒为善的人同齐。伫遐里必有哀哭切齿了。